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北宝林地设食物中毒的案件，高达通报21例，其中2个人死亡，6个人住院。卫福部公布死亡和重症的这8例检验米加菌酸拢是阳性，不过伫鸡仔、七号蛋、在来米粉这寡食材却拢无验到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，会继续来检验，找出毒素的源头。8例较重症的个案呢，包括有2例死亡、5例还住在加护病房，以及1例住在一般病房的个案呢，通通检验都是米酵菌酸阳性。29暗时，佮开记者会，卫福部公布检验结果，2个死者甲住院6例拢对米加菌酸出现阳性反应。宝林地设食品中毒案件爆发到即马，全台通报11例死亡2例，年岁为10岁到66岁拢有，当前5例也伫加护病房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，即马主要分做人甲物2方面来检验。第一个就是他抽的这个果条。还有就是它的香兰叶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再来米粉，这3样那都是阴性。大阪城这家所谓的果条的供应商，那我们也抽了16件，那这个果条的检体那也都是阴性。因为宝林保单失效，恐惊影响消费者权益。台北市府已经确认，宝林事件伫远东百汇的保单理赔范围内，而且也都有诉讼。法务局会协助受害者甲家属进行团体诉讼。这张保单的额度有数亿元，所以相信应该是可以 cover 这一次的大部分的损害。宝林地设负责人李凤山伫事件爆发了后，第一段面对镜头鞠躬会师里，透过律师表示，希望早日调查清楚真相，进一步处理后续赔偿。台办超过7天的姓吴的投资师讲，台办期间正常组有啥物就做啥物，无另外加料，叫会透过头家统一采买。检方第一摆团款案发期间，约群出国的姓周的投资师到北检来强词比对。负责人李凤山甲姓王店长伫复审了后，无报撤回，限制出境出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